老板，我不干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人挖我。挖你啊？啊一个月多少？2500。你有病吧？我一个月给你开6000，才2500挖你啊？要不说你无知呢，你懂什么？你看你啊，你上班穿什么？人家老板上班穿什么？他穿什么？人家老板上班的时候穿比基尼，懂吗？比基尼啊？那是正规场所吗？怎么不正规？就咱隔壁那个游泳馆嘛。行了，不跟你唠了，一点不懂，走了。哎，回来。那是不是我穿比基尼你就不走了？啊哈哈，那要看你们两个人谁提供的情绪价值更大喽。拿着。啊？啥呀？你给我啊？比基尼啊？你给我比基尼干什么？去游泳馆。不是你去那儿干嘛？我倒要看看哪个狐狸精敢挖我的人。走。